忘记了请新娘子下轿，请新娘子下轿，请新娘子下轿。
此今万载西门水老，你认粮草掩在何方？粮草万在东门马队，可有去将？句是这里的，速派人下山查明。大哥，山下有个女子，你要去见大哥。什么女子？我见。大哥，她是今日的新娘子。什么？新娘来了！大哥，何不叫她进来，让我们看？大哥，让我们看看。良家女子闻到这边，这位新娘子尽管上山来。来人！是，来人！完了哪里？完了！娘子，哎，你怎么会到这里来了？娘子，他等女子上山何日？为了真情，灭报逆君，爱人爱己，悔恨终生。哎呀，完了！他们与你无冤无罪，你这个被害人呀！事情毁万年。
大王放我下山。什么？放你下山？是啊，大王。有生此番下山去，两件大事并办齐。第一件原为山贼送粮草，第二件均为这家好兄啊。你的大恩大德永世难忘啊！寡郎，万难夫妻无此意。娘子，快去吧。大王，有生愿将娘子留在山寨作为臣色。据大王借他一副列公所在的机位吧。杀官杀龙化招，难道大王敢道？来呀！有。福报恩，把草举户有决心为南山中。曾见不何不快到多难点也罢，孤城自有孤城路，人不为君，天子地命。大公，山下有个樵夫。人家比他送信来的，带上。是，带上。见过大王，什么事？快讲。有位瓦公子去量我3两银子，命我让张继大王送一封邀请书信。暂且领下，大王快来。谢大王。
燕帝心中写些什么？快快与我念来。司礼大人靠天命，两件大事有责。臣这是他4月6，教化天庭遭受了。奉送大王廖九章，一纸休书作品责，无此地检测。怎么办？王爷的在所需后应挑选精兵，校长下山，准备接牢救人。是。李彦帝所派人下山与王爷取得联络。赵彦帝所说召集人马星夜上路，投为粮草。是。大夫。好，我即刻就去。三嫂，好好照看这位新娘子。哼，还照看什么？我快把新娘子先杀了，放下我西大之后。回来，原有的在有主，怎可滥杀无辜？大哥，那华人杰抛弃了这位新娘子，我们怎能再去害她？哎呀，你想想，三嫂是怎样死里逃生，
非跌上山贼来的，唯有众位姐妹。好弟弟，我们这些穷汉子虽苦，可女子比我们更苦啊！好了好了，我去就来。可是这位新娘子长期留在山中，总不是个办法吧？是啊。某道有个旨意。哦，什么旨意？下修书，我诚心娶她也无妨。神色姻缘现世听，莫非我应该与他配鸳鸯？小姐，今天这场喜日，简直兄弟们做的主，我也是身不由己。既然是此，也只好是此了。哦，来，请坐。你呀，你不要瞎着眼睛笑春灯，若自个堂堂好汉有名声，你把身朝前为大
山林，举月莲抱得清白里。不，我是请你喝酒啊！我宁愿死，也不负强我放你回去。你是什么？我放你回去。这是真的吗？前面的孤儿不灵，捆绑不成夫妻。来呀，大哥，你去命那轿夫，即刻带领这位小姐下山去吧。你休得多言。小姐，刚才之日也别狗血，你下山去吧。买，拿去。什么？这是你那瓦郎请我的凭证。玉莲，我的儿郎。
女子者，还是弟弟，女儿没有死呀！你玩我的？我的真的没有死？啊，弟弟，你来看。女儿不是好好的吗？儿啊，弟弟，弟
什么？是强盗送你下山的？弟弟。我自前在到下堂，好心他往接我，悬崖才得一丝草，他为我一过来不谢忱，好打好来好快美，好言好语为我你爱也放的陪儿回，一路走下来你。可来到飞去推生一色情，不与我心里怒气愤。哪与老夫不结婚？哪与强盗放断情？这是真的吗？弟弟，父亲，你要亲有脸做怎好，请吧就好，请吧就好。儿啊，儿啊！儿子他们喽。老师家的小女儿成年，不顾廉耻，陪我进家门风，这个很小很大人，我说混也完。老人家放了我吧，放了我吧。你这个下贱的东西，谁给万死？薛太公，曾连听法复古，他在这冤枉谁呀？冤枉请他，哼！你把那个野欢子藏在家中，冤请吧。薛太公，曾连就不过鬼子之不可！你为我不去又有热恋的好友，他逆死所从，闯出山色，发此雷锋。可是你来呀！将这个不管不洁的东西吊在祠堂门口，死生3天。儿啊！徐太公，徐太公，大孙儿啊，你在领当被官越连，这祠堂嘛，就不别去了。徐太公，晚辈与瑶子相告。你与什么瑶子啊？我女儿她，哎，越连她死得光彩，死得好啊！我已承包官府，要为她列贞洁拜访，我要造一座连女庙。徐太公，我女儿她，你要明白，你女儿死了，千好万好，这是不叫为死，那可是我们丁家家族的祭祀大寿。徐太公，徐太公。
先去推牌位，山东日终于前去这不清。我啥时留下牌位上月亮，怕只怕风声路，月亮它要做村林第二层。你可听见了？村里妹妹真是命苦。你这一回来，是保不知乎了。弟弟，快上祠堂向九太公说明真相去吧。已经晚了，什么也说不清了。儿啊，九太公以珍宝官府为你来征集拜访，去找烈女苗了。不，弟弟，我不是烈女，不是烈女，我是神，我是我神圣的神呀！为了保全丁家的清白名声，眼前只有一条路了。一条，你快跳进莲花湖，与你姐姐走伴去吧。啊！
你与做爹嘞，与做娘，似多情深。为什么不愿在儿上祠堂？女儿我结把罗军的传承文，幸福快得刚刚，对犯错归谁刚刚却是王权的冤枉，自古到不得不生自求。怕为留下女儿，常欢喜前途。弟只愿你也够亲人了，真傻的让你去死啊！我不曾自夜半更生，去找燕西瓦公子。女儿不去，为何不娶她？弟弟娶不了你了，弟弟，你还是亲爸无辜的呀！这八字何事？你却是挑军王后，也是不亲了。弟弟，事到如今，
别无选择，你只能跳进莲花湖了。我不去，我不去。我不能去，你不愿去，这天一亮，什么都来不及了。好了，定家死的清白名声，能对报捷，全在你一人身上了。弟弟，求你了。媳妇，
起，对不起。
天
国泰，民安谢丰宴，燕舞秀文多生言。今生有幸奉明君。恩爱多辛苦，你为我劝温暖情少言，好一个言起了母，也难助，请对我深深一拜表
来起灵，不与你冥想以来心相依呀，恨不能深深牵配如夫夫人，今日朝堂之上，万岁颁下一篇文章，您文武百官用心所读，明日方要朝堂考答。请夫人指教吧。哪里？这小信人，老爷，这篇文章是后人所写。皇上普告了用的行人吏部侍郎张大人。这位张大人就靠此篇文章备受万岁恩宠，青云遮罩，威风得很呐！怎么，老爷，这篇文章乃是抄来的？抄来的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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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堂堂吏部侍郎竟为去抄别人的文章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老爷，当年我弟弟曾写下一篇得意之作《揭晓人》，可这篇《揭晓信人》只了一个信字，与我弟弟所写也是不差。你可看得准？看得准，记得起？记得起。不得，我看那位张大人总觉得有些面熟。去不想去，吏部侍郎张大人前来拜访。有请。有请。暂且未必。
听说，请。张大人，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？下官特地登门拜访将军。不敢当啊！啊啊！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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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今日令我拜客拜君，户口来。没想到三大王当了大将军。他尽管曹人文章偏功，幸亏那恩师岳父名贵英。自今东厂朱色山，月连早是不对称。见将军，你可曾跟我在里城？我所人言间，张马生。严将军，我们可是初次见面呐。不对吧？我们不是早就当过教头了？丁子将军神出神了。曾出城，我可记得你不信早，万有这篇揭晓行了。请将军多多指教。你是从别人那里抄来的？这文章是万岁御笔钦点，尽管有人恶意攻击，请将军交出此人，我要当堂审问。要审，要审，要问，要问。有请夫人。哇，三姐，你可怜。怎了？不，问小心，夫人。夫人，夫人恭喜你继承天下好人，大难的事当夫人。夫人啊，只怪我当年理不正，自顾自
去何不用情，苦鸟鸡难得生。一定要把兵入手，去和我同手一举，而马子成。连将军，你真的要上殿面君么？你害怕了？我害怕。笑什我么？想你们自己有罪不知罪，反拿别人去问罪。我们亲亲爸爸，后垂自由。请问典将军，他是什么人？堂堂的将军府城，不，他不是人，他是个早已死去的烈女。丁家手上风靡烈女，已在莲花府观草去庙宇。你身为将军，竟将烈女进我上轿，当他放天。华人气。更有夜间，当今万岁已经有死有脸为天下女子典范。若是今变高挂烈女庙前，你欺君罔上，该当何罪？不能，不能，常言道，与人为难，与己为难；与人方便，与己方便。这件事，你就看着办吧。你尽管倒打一耙，要下起我们来了。我且问你，当初是谁也是羞辱卞留莲走上了绝路？没有你，他会当什么烈女吗？万岁于此进变，不是你种下的红根吗？这件事我只为救命万岁，而你当年掩害了我的周眼的这笔血债，你还得清吗？如今你有虚他文章伪造本，欺君罔上，该当何罪？这个，哼，我倒要看看万岁爷到底是听你的，还是听我的？走，你与我一同上天面君。这要去，要去，一定要去。一定要去。好，且看若是谁是。万岁有旨，吏部侍郎华人杰阴谋列界混着造反，欺君罔上，贼官犯事。替将军报国有功，加官进爵，将军夫人蒙受委屈，龙心领命，于是玲珑八撇，黄金千两，以尽万孝。前途本善可报应，
禀太师，田将军与夫人已到。有请将军夫人。拜见老太师。罢了，罢了。谢太师。将军夫人，老臣要恭喜你喽！多谢万岁圣恩，太师哎。免礼，免礼。将军夫人一路辛苦了，先请一旁歇歇。老臣与李将军与军购他日相招。遵命。太师，星夜到此，不知有何调遣？太师，严将军，你夫人与华人前哪桩案子，老子万岁敬佩两难哦。万岁不是已经颁旨两案了吗？不，此案废了。怎么？你想想，新朝立国为主，兴亡沦为你问。可是万岁封了个礼部侍郎，是个假的。御史敬帝封了个烈女，又是个假的。太师，这是采阳开去，满朝文武，必有非也。进口女也曾家娃，与我王子分不清，怎能自高安邦，平天下？太师，末将斗胆多问，三日万岁平了家案冤案，不是更得民心了吗？不，自古至今，只有成民之故，哪有君皇之仇？太师，万岁为了此案，才找老臣进宫面试，才拿定了旨意，才下了两句话来。哪两句？华人前不可不知。这烈女苗不能不报。太师，来呀！为了报知皇上军必成为，报知烈女苗前去相护，万岁才让老人送来御酒一壶。太师，你去夫人和下去，这场风波就这样悄悄地一了罢了。太师，有点凶暴不服，快死！太师，你要上天灭军！太师，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君太师再到万岁面前，将功击报。金口一开，绝不是血。太师，国家大人，岂可不顾
顾他去，儿女情长。我不予多言，谁给孔子埋门藏来？
全家文，母亲愿长远生存，情路
我怎么软子